大家问千万二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古早有一句话讲：三分急小，食一个亏。字面的意思是讲小寡钱嘛，着急要家用掉。啊，那话句的意思就是讲为了小寡代志咧烧钱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就是钱烧钱的钱，读字的钱第一条，有一寡腔口读做钱。这就是互相争夺，无要烧牛的意思。咱讲是烧钱，嘛当讲是为了物件烧争斗。像讲为了民主咧烧钱，古早一个词讲是钱体面。另外，真侪女性为了一个男性咧烧钱，古早讲是烧钱一粒豆。这里文音读做争，像咱争夺、争取都会读文音。意见无共咧话，就是争议、争论。用志气来争取，就是争气。为了争夺利益，咱讲是争利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就读做烧钱，嘛有人读做烧钱，意思就是互相争夺。第二个词读做争论，意思就是互相辩论，唔肯退让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迄论讲，每一个人看代志拢有伊的想法，互相尊重，唔免为了看法无共咧争论，一定要烧钱讲一个输赢。这是青年人唔做，要做家母，清本色无彩工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钱，有人读做钱，这拢是白音。另外文音读做争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